或者大家都曾經喺我嘅 Facebook 裏邊，時不時會見到我一啲喺禮拜一出席嘅午飯聚會，而裏邊出現嘅會係大家曾經喺主日崇拜裏邊見過嘅講員。其實嗰啲都係我喺神學院被裝備嘅時候嘅同班同學，而嗰個午飯聚會就係我哋嘅班聚。呢個其實係神學院嘅一個傳統，畢業之後嘅同班同學，每過一段時間就會由班裏邊最活躍嘅同學聯絡大家出席聚會，而呢啲嘅聚會對正喺度牧會嘅我哋嚟講，實在係非常重要嘅。因為我哋喺神學院嗰3年嘅時間，唔單止係一齊讀書做功課 present， 而係非常緊密咁一齊生活，一齊建立緊密嘅屬靈關係，並且彼此成為互相支持嘅屬靈夥伴。我仲記得有一期神學院嘅院訊邀請咗我去寫一篇同群體關係有關嘅文章，我就提到當年我哋喺神學院最相熟嘅同學，彼此都會用 buddy 去相稱，而 buddy 當中嘅意思就係有啲似我經常提到嘅老死，亦即係拍氏無相更嘅親密戰友。我哋喺班聚裏邊最重要會做嘅事，其實就係彼此分享喺牧養當中面對緊嘅艱難，甚至係喺當中所受嘅氣，好讓我哋可以有一個出口，免得被谷咗喺裏邊，最後變成咗苦毒，甚至變成對神嘅埋怨，對我哋嘅牧養生命帶嚟負面嘅影響，甚至會因着受唔到嗰啲喺侍奉當中所面對嘅艱難，去離開嗰個從起初以嚟嘅呼召。牧養嘅生命係艱難嘅，呢個就好似耶穌曾經形容嗰個，其實就好似羊進入狼群一樣。其實打從教會形成喺使徒行傳當中，我哋就睇見牧養教會嘅艱難。當然要面對從嗰個未信嘅世界而嚟嘅逼迫係必然要去面對嘅事，但係對於呢啲為義受逼迫嘅事，作為牧者嘅，甚至係作為教會領袖嘅，基本上都係預咗嘅。我哋更加會因着持守信仰而要面對呢啲嘅攻擊，會感到喜樂，因為呢個代表住我哋正喺度為主爭戰，更加能夠靠主所俾我哋嘅力量可以勝過。所以喺使徒行傳當中，經歷過耶穌基督復活嘅使徒，初期教會嘅屬靈領袖，佢哋就係帶住極大嘅屬靈勇氣，勇敢地面對嗰啲擺喺面前嘅苦難。然而叫佢哋感到失望難過嘅，其實係來自教會嘅內部，特別係因着飲食而嚟嘅埋怨，使徒甚至將佢視為對佢哋真正使命嘅一啲嘅攔阻，最後更加要發展出執事呢個嘅制度嚟解決嗰啲嘅困擾。當然，今日嘅教會已經唔似得初期教會咁樣會出現嗰啲飲食嘅問題，然而好多好類似，但係變咗種嘅一啲嘅問題，其實不時都會喺信仰群體裏邊出現。弟兄姊妹會因着唔同嘅事情對牧者生出埋怨，而嗰啲嘅埋怨好多時候都係出於佢哋未睇清楚事情嘅全貌而生出嚟，而更多嘅時候，嗰個係由於生出埋怨者，佢嘅目光只係放咗喺自己身上。作為牧者嘅，因着唔同嘅原因，我哋又唔能夠完全將事情嘅全貌去展現出嚟，而喺呢啲嘅時候，就係考驗信任並對聖靈嘅順服嘅一啲時間。只不過當人嘅目光只係放咗喺自己身上，咁又點會生出信任呢？結果就係我喺前面所講，作為牧者面對嘅艱難，甚至係受氣嘅時候。因此我哋實在係需要有彼此守望、互相支持嘅時間，而班會就係呢啲時間。昔日摩西正正就係面對咁樣嘅處境。今日我哋進入出埃及記嘅第5章，我哋就詳細咁讀到呢段嘅經歷。咁當時未有班會嘅摩西，佢又點樣應對咁樣嘅處境呢？出埃及記5章1至23節。
後來摩西、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在曠野向我守節。法老說：耶和華是誰，使我聽他的話，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們說：希伯來人的神遇見了我們，求你容我們往曠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華我們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擊我們。埃及王對他們說：摩西、亞倫，你們為什麼叫百姓曠工呢？你們去擔你們的擔子吧。又說：看啊，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眾多，你們竟叫他們揭下擔子。當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長說：你們不可照常把草給百姓做磚，叫他們自己去撿草。他們素常做磚的數目，你們仍舊向他們要，一點不可減少，因為他們是懶惰的，所以呼求說：容我們去祭祀我們的神。你們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這些人身上，叫他們勞碌，不聽虛謊的言語。督工的和官長出來對百姓說：法老這樣說：我不給你們草，你們自己在哪裏能找草，就往哪裏去找吧。但你們的工一點不可減少。於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撿碎秸當作草。督工的催着說：你們一天當完一天的工，與先前有草一樣。法老督工的責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長，說：你們昨天、今天為什麼沒有照向來的數目做磚，完你們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長就來哀求法老說：為什麼這樣待你的僕人？督工的不把草給僕人，並且對我們說：做磚吧。看啊，你僕人挨了打，其實是你百姓的錯。但法老說：你們是懶惰的，你們是懶惰的，所以說，容我們去祭祀耶和華。現在你們去做工吧，草是不給你們的，磚卻要如數交納。以色列人的官長聽說，你們每天做磚的工作一點不可減少，就知道是遭遇禍患了。他們離了法老出來，正遇見摩西、亞倫站在對面，就向他們說：願耶和華監察你們，施行判斷，因你們使我們在法老和他臣僕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遞在他們手中殺我們。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裏說：主啊，你為什麼苦待這百姓呢？為什麼打發我去呢？
自從我去見法老，奉你的命說話，他就苦待這百姓，你一點也沒有拯救他們。今日讀嘅經文好長，整章嘅第5章，而釋義已經將呢段經文嘅3個重點作出解釋同埋提醒，所以今日喺呢部分我就唔會太過詳細地為呢段經文喺釋經方面作好多嘅解釋。其實整章經文俾我哋睇見嘅係耶和華預告嘅事情嘅成就。耶和華喺呼召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佢其實一早已經預告俾摩西知佢嘅計劃到底係乜嘢。如果我哋仍然記得前2日我哋讀過嘅3章同埋4章裏邊已經睇到耶和華喺摩西以唔同嘅藉口嚟推辭對佢嘅呼召嘅時候，耶和華已經將嗰啲喺佢嘅計劃當中將要發生嘅事，最起碼有2次向摩西詳細述說。第3章係第1次，而尋日我哋讀第4章嘅下半部分係第2次。尋日我去解釋咁樣嘅重複，表示耶和華要一再提醒摩西將要面對嘅事。簡單嚟講，耶和華要話俾摩西知將要發生嘅事有2件。第一就係以色列人會因着摩西提及耶和華嘅身份同埋名字而聽從佢。第2件就係埃及法老唔會咁順攤俾佢哋走，必然唔容佢哋離去。但係耶和華將要行奇事，攻擊埃及，然後再讓以色列人離去。而且耶和華更喺嗰2次預告當中，分別喺第1次去讓摩西行出第1災嘅血災，然後喺尋日我哋讀嘅經文裏邊去提到第10災，亦即係殺長子嘅災。耶和華預早咁將一部分嘅詳情其實話咗俾摩西知。而呢2件事，頭1件亦係摩西最擔心嘅事，喺尋日我哋讀嘅經文裏邊，最後我哋睇見耶和華只係1句說話之間就將佢成就咗。呢個其實應該讓摩西會帶住更大嘅信心去知道第2件事亦都必然會發生。而今日我哋讀呢1章咁長嘅經文，其實就係第2件事，亦即係埃及法老唔會咁容易放佢哋走，去按住耶和華嘅預告去發生。只不過呢章經文更加詳細咁描述咗事情係點樣發生。當中可能叫摩西最冇諗到嘅就係法老嘅硬心，唔單止唔俾佢哋走，更加要進一步苦待佢哋。但係就係呢一點，叫無論係以色列人同埋摩西嘅缺乏信心被完全顯露咗出嚟。適宜去提到，對於以色列人嚟講，呢件事似乎係有啲情有可原，但係摩西其實已經被耶和華一而再地提醒，所以佢應該係知道而家以色列人所受嘅苦只不過係得拯救過程嘅一部分。但係就喺呢個時刻，摩西應該係受不了被以色列人未知道事情嘅全貌而對摩西生出呢個埋怨同埋指責，所以佢自己都對耶和華生出埋怨，甚至講咗一句你一點也沒有拯救他們咁樣嘅晦氣話嚟。咁到底耶和華對摩西咁樣嘅態度作咗啲乜嘢回應呢？聽日我哋就會睇到啦。其實面對住弟兄姊妹因着未睇見全貌而對牧者生出嘅抱怨，甚至係指責，所帶嚟嘅破壞力實在係好大。我就曾經見過唔止一位同我差唔多同期接受訓練嘅牧者，就係因為呢啲嘅誤會、呢啲嘅指責，去到最後因為受不了而離開牧職，翻去到平信徒嘅身份繼續佢哋嘅服侍。其實今日呢段經文當中，2次出現咗一個嘅希伯來文 Ra， 亦即係惡嘅意思，只不過和合本冇按住原文翻譯出嚟。呢個令我諗到呢啲嘅事情，其實係那惡者喺當中隱藏嘅惡行，為嘅就係要去破壞神嘅計劃。而呢個實在係我哋都要非常之小心，並且要以禱告同埋宣告去擊退嘅。而家讓我哋安靜，喺安靜之中，首先為你嘅牧者禱告，求主讓牧者們能夠有彼此守望嘅群體，喺面對住艱難裏邊，能夠喺守望當中跨過。另外，亦都為你所在嘅信仰群體禱告，求主讓你哋有明辨嘅心，
去睇見神嘅工作，更加認清那惡者嘅詭計，好讓你哋能夠喺經歷艱難之時，懷住信心，相信神將要行出奇事，從而唔會因着嗰啲放喺眼前短暫嘅難處而大發怨言。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求你保護我哋嘅牧者，特別係當我哋要領受從你而嚟嘅使命，要為你工作嘅時候，那惡者將要帶嚟嗰啲嘅攻擊。主啊，求你賜我哋屬靈嘅眼睛，辨明那惡者隱藏喺我哋中間要行嘅惡，要帶嚟嘅破壞。讓我哋因着聖靈充滿而嚟嘅能力，去將惡者驅除，要奉你嘅命嚟去命令那惡者退去。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